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讲台南渔光岛的艺术节，去年吸引超过10万人次。今年的活动以海岛新乐园为主题，3月30日来登场，有16组国内外艺术家，甲26件环境艺术的装置。今年的渔光岛艺术节要带领民众探讨这座熟悉佮神秘的小岛。 清静的港边，凉爽的海风，这个所在是台南安平渔光岛。2019渔光岛艺术节特别登场，这次对乐园回忆出发，以海岛新乐园为主，结合历史回忆、甲自然地景以及乐园想象，打造出关于渔光岛过去、即马甲未来的幻想之岛。总共有16组的艺术家完成了26组件的艺术装置。那 往年都是在我们的月牙湾来呈现这些艺术装置的作品。那今年我们也把艺术装置的作品移到了我们的聚落。展出的作品当中，包括奇幻岛、秘境、风象拿、回忆频道，也有一个带领渔光岛居民用蚵仔壳串制成海中事故等等。走访这次的渔光岛艺术节，探索岛屿的精髓今生，重新发现这离岛秘密景点，生出属于个人的海岛新乐园。